这天气哪来哪寒，提醒大家都要注意身体状况。亲像这10月到今，这流感的重症都已经有250例，41例死亡，拢是这10年来降期上界悬的。疾管署就表示，这礼拜冷气传到地，12月疫情可能会愈严重。另外，这肠仔病毒的疫情嘛真罕见，一个寒人也继续流行。若是细汉囡仔染着，连这国校啊、甲国中生破病嘛增加。头一波大陆冷气团要到啊，气温熊熊降低，所以流感病毒嘛强要流行。根据疾管署统计，今年10月流感季节已经累计250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，其中41例死亡，拢创下10年降期的新高。而且死亡个案拢无注流感疫苗，预估12月中下旬就会进入流感流行期。看起来就是说是以没有打疫苗的长者为主，所以我们才会特别呼吁这段期间尽速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，来以免就是说秋冬这一波可能预估是 A 型流感会流行的这个疫情，会导致更多的重症跟死亡的发生。那流感疫情升温，肠仔病毒疫情嘛真济。顶礼拜全台湾因为肠仔病毒门急诊就医达到26000多人，比前一礼拜升14.8%。预估疫情高峰会延后，可能伫12月中，一礼拜就医的人次都有3万人次。特别注意的是，这届感染对象除了细汉囡仔、国小加国中生个案嘛有较济。国小跟国中的学生也有增加这个肠病毒感染的个案，虽然这发烧不是很明显，可是有可能会嘴巴破、喉咙痛、手脚明显的出红疹。疾管署提醒，当月肠仔病毒较罕见，嘛是8年来头一届肠仔病毒流行到跨年，爱到明年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。所以会发文给教育部提醒校园内爱过来洗手加消毒。另外嘛，呼吁符合公费流感、新冠疫苗注射对象，量早注疫苗，降低感染了后发生重症加死亡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